雙屍謀生案被告不自辯，銀紙卷可卡因係咩概念？戒備同樣唔知點解咁森嚴，嘉匯軒雙屍案嚟到第4日聆訊，終於冇恐怖片睇，但就有另一樣嘢同樣令人心寒。控方繼續播被告同警方錄影會面，片中被告小心觀察警方搜出嚟嘅3把刀，話最大同有血跡嘅先係兇刀，又話同第2個死者坐喺梳化嘅時候收埋咗2把一大一細嘅刀，最後揀咗大嗰把殺人。雖然控方已經將嗰把有血跡嘅刀放入盒同埋膠袋封好，再俾陪審團睇，但仍然有陪審團表現抗拒，伸手接觸把刀嘅時候有猶豫。咁到底喺性玩具店同埋五金鋪買嚟嘅工具有咩用？被告就話啲繩用嚟綁住第1個死者，行兇之後將屍體紮好先放入箧。至於工具鉗就係用嚟折磨第1個死者，夾死者嘅乳頭。被告又承認首名死者被性虐待嘅相係佢影低，但佢睇唔到死者嘅樣，因為佢用咗紅色上衣蒙住死者嘅頭，用口塞住死者把口，同埋用皮帶綁住佢。佢話禁錮咗死者3日係因為自己處於極度性侵略嘅狀態。警方喺被告屋企揾到多個懷疑裝有毒品嘅膠袋，被告承認係可卡因，行兇前後都有食咗大量嘅可卡因，話啲毒品係透過一個性工作者同埋黑人買，自稱每日都要食10克可卡因，仲係用紙幣捲嚟食。單案控方已經舉證完畢，禮拜1開始辯方案情。辯方話明被告唔會出庭自辯，但就會傳召精神科醫生同埋心理專家做辯方證人。